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现在真欢喜，咱个会当一做出来大家见面。每一个兄弟姊妹，这时阵来到这个圣殿，我相信大家是有福气的，因为咱伫礼拜开始的前，咱就会当甲上帝相亲近，这是偌尼有福气的代志。所以咱要准备咱的心，伫今日敬拜中间，伫今日礼拜中间，甲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照这段圣经在诗篇28篇第7节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到万赞。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所以这时阵，我要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开嘴来献上感谢，献上学乐，因为伊是咱的万赞，是咱的快乐，伊是咱的倚靠。咱今日伫这所在，咱就来学乐伊，来敬拜伊。所以咱来感谢伊，来学乐伊，咱开声来祈祷。海路亚是要主，阮伫你的面前，要单单来亲近你，因为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的盾牌，你是阮上好的朋友。阮实在是真欢喜会当甲你有亲密的这个关系，特别这个时阵，阮住伫这个所在，为着就是要来敬拜你，要来学乐你。主啊，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信心极其大，你的信心直到万代永远无变。天父啊，我要感谢你，你借着你的灵来应允成就阮每一个人伫阮生命中间的命定。我要感谢你，逐工借着你的圣神，最后所有保护，逐工借着你的话来帮助阮，互阮会当领受你的福气。主啊，我一生要跟对你，阮一生要跟对你的。真侪你的器具，主啊，你这时阵帮助阮，你的灵运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互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表明阮的心志。阮一生就是要来跟对你，阮一生就是要来跟对你。咱饮酒诗歌，主啊，我要跟对你。
上帝器具，要将咱的生命献给上帝，让上帝来用。总是咱来恳求上帝，赦免咱伫世上所犯的一切的罪，因为这个世上一切的白血伫咱四周围，咱无小心，咱就犯了罪。咱家己唔知影的罪，还是知影的罪，咱恳求上帝来赦免。咱若认咱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伊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所以咱只是为着咱家己的罪，为着咱徛起的这个土地所犯的罪，咱献上祈祷，开声来祈祷。我还你也是让主，阮到你的面前，单单来请问你，总是阮常常互这罪的罪，最的不义，最无好的念头来捆绑，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一切的罪，阮单单来到你的面前，单单来用清洁的心来奉献给主，恳求上帝这时阵在这阮中间帮助阮，赦免阮一切的过犯，还有也是咱主。主啊，伫这充满罪恶、黑暗的世代，恳求上帝你赐落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认捌阮家己所犯的罪，互阮知影要安怎搁一遍离开迄个罪恶，行向上帝你有阮陪伴的这个道路。恳上帝你赐落这祈祷的火，帮助互阮的生命得到洁净。恳上帝用这个宁静的火来烧尽阮一切这个罪恶的捆绑，互阮的内心得到清气。也恳上帝你赐落这福音的火，互阮气力来为主做见证，是啊，属圣神求你降火落来，翻转阮，翻转阮的生命，阮搁一遍跟对你的脚步，成做你下用的器具，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来荣耀上帝你的名，会当来为主做见证，互阮会当成做上帝你所喜爱的兄弟。主啊，阮是来搁一遍，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生命献到你的面前，恳上帝你监察阮每一个人的生命，无好的叫你妒忌，互阮搁一遍立志伫你面前讲，主啊，我要跟对你一生，要跟对你的脚步。哈利路亚，是啊，主，我要跟对你的脚步。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求。阿门。主啊，我要跟对你。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为着世界局势，咱来祈祷。咱为着台湾的正教会，求上帝复兴，会当互每一间教会成做一个同福音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有救赎、有稳定的教会。所以咱开声，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这个岛屿的平安经济的繁荣世界局势，也是咱正教会会当得到欢喜奋兴，咱来开声来祈祷，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是啊，主，阮是总是阮相信，主你是掌管世界的主，你掌管阮台湾这个岛屿的主，我搁一边将台湾献上去你的面前，对上帝你将做阮台湾的主，将做阮台湾的光，特别阮台湾所面对这些挑战、这些困难，无是世界的局势，也是阮所面对的这些对上帝你让反战，互阮会当成做最光的电塔，伫阮大城市，伫阮社区，伫黑暗的世代，会当真做这个世代的光，会当吸引一个人，会当进入到内底，会当互
上帝保守咱的心，保守着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甲有愿望。为着咱甲咱厝内人的关系来祈祷，为着咱厝内人的心灵来祈祷，为着咱家己的工课、职场，也是咱学校，也是咱甲咱同事、同学中间有好的人际关系来祈祷，为着咱个人的经济稳定，会当拄着财务困难的，可以上帝来解决，可以上帝来安全束缚，为着咱个人的心灵的健康，也是咱有疾病，咱可以上帝来医治，为着咱厝内人。若有疾病，咱来献上祈祷，咱开声来祈祷。我请主啊，为着我每一项的姊妹献上祈祷，包括上帝你会当帮助阮，阮所欠亏的，你完全了解；阮所做无错的，你完全了解。各位上帝你会当帮助阮，阮会当来透过信靠你，透过倚靠你，透过来追求你，各位上帝你来解阮的心中，阮所拄着的这烦恼甲困难，特别互阮的心情你就完全来保守。健壮，阮健康的时候，我就会带来平安，带来福气伫阮的家庭内底，伫阮职场内底，伫阮的学校内底，包括上帝的帮助阮，过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为着教会因为事工来祈祷，为着咱牧者团队中一同工，咱一个首长来祈祷，互因有属灵的智慧，特别为着咱教会有属灵的气氛，较无圣心。较无祈祷，较无喜爱上帝的话，热情来敬拜来祈祷。特别为着咱过来8月份、9月份开始，咱有福音的事工，所以咱为着大使命的事工，传福音来因人归主来祈祷。咱明年咱要迎接教会60喜年，有一事工在推展，咱看上帝会当这中间最主最王。互咱所庆祝的是真做一个胖胖的祭献到上帝的面前。咱开声为着教会同工，为着大英的事工，咱献上来祈祷。还有是要主阮在这面前，感谢上帝你会当帮助阮的教会，阮教会真做一个荣耀的教会，阮教会真做一个高举上帝名的教会。感谢上帝要帮助阮所有的同工，所有的服侍同工，我每一个同工都有属灵的智慧，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怎样要互这个教会真做一个上帝所喜欢的教会。我感谢上帝会当阮家的姊妹较无来敬拜你，较无来亲近你，较无来透过祈祷，透过读经，透过灵修，透过敬拜，来真做上帝心意的兄弟姊妹，好共同来去做这个教会，好我哋教会成就上帝的帮助。还有也是要主，阮将阮的教会摆在主的面前，为上帝你会当真做阮教会的主，引导阮的教会。各位上帝，咱回敬咱，互咱每一个有较无的心，会当来敬拜咱的主，互咱伫今仔敬拜中间看见上帝彰显伊的荣耀，彰显伫咱中间。咱为着今仔逐种的服侍，会同工来献上祈祷，特别咱为着伫敬拜中心、在教育中心的最后，恳求上帝会当互遐学生、遐老师有游玩，有领受上帝的听，会当伫遐说有好的敬拜。咱为着今日牧师的讲道，咱献上祈祷，恳上帝透过牧师的分享，真做咱的开来，真做咱的班赞，搁一遍，互咱搁一遍来献上咱家己，互上帝来使用。所以为着今日早起的敬拜，咱开声来祈祷。主要是要当为了早起的敬拜祈祷，恳上帝你帮助咱早起敬拜，看见上帝你默默的享受你充满的所在，主啊，我们靠近主耶稣，看见是我们所在，你的喜欢保守的圣洁所在，我们要条件你，我们亲近你，为上帝你透过你的。透过耶和华来敬拜，来我来回应来敬
咱作为起立，咱来学习咱的上帝，因为咱诚做一家人，咱常会来敬拜，常会来学习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互咱诚做上帝的子民。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名字。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诚做神，因为耶稣的冠冕。
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吟圣诗248首。大神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全世界所有的画面，所有一切大自然，拢是你所创造。总是这个大自然，若充满着大大的威力，阮人拢真渺小，阮只有降服伫上帝你的怜悯，甲你的平安，甲你所有一切的业力中间。感谢你，互阮经过这礼拜，这个风台、大雨侪侪的损坏，拢会当得到你的看顾、怜悯，互阮得到上帝你的保守。阮为着平安来感谢主，也为着侪侪所在拄着风台的损坏，求你怜悯，赐落侪侪的帮赞平安伫遮的所有受害的遮的地区的中间。主，互阮搁较伫你面前知影，阮家己的有限甲不足，阮只有谦卑伫你面前，幸福是上帝你的保守甲引带。阮有得罪你的，也求你施落你的赦免，也互阮用敬畏的心，时时牵调你主，跟对你主的脚步，领受你天顶来上至宝贝的恩典甲祝福。感谢你，互阮伫这个主日，上帝你阁赐阮好的天气，大家阁组织伫你的面前来学乐、来敬拜、来感谢。愿主圣神对阮讲话，圣神的开力来启示阮每一个伫你面前所有的百姓，也愿阮的服侍得到主你的应允，愿阮的学乐荣耀主你的圣名。愿你带领这个礼拜一切归荣耀主。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开声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我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一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启应文第15章，诗篇51篇。上帝啊，请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
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予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成礼，若爱我欢喜献。求你洗除我的罪，予我清气。上帝啊，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咱做伙来祈祷。统管宇宙万物的上帝，阮学了你，因为万物拢属伫你，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你拢看做是好。阮领受你创造的大恩典，阮要大大感谢你。伫即个礼拜，阮经历风台的威胁，造成环境的破坏、经济损失、生活的不便。对安尼，阮阁一摆了解，面对大自然的变化，人袂当做啥物。阮所有的平安，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主你的赏赐甲恩典。阮只有搁较谦卑来敬畏你。求圣神来提醒阮，爱用搁较济、搁较深的祈祷来守望阮所徛起的土地。求主帮助阮的政府，伫执政团队中赏赐疼心甲智慧，做正确的决定，帮助人民生活紧紧恢复正常。经历失落、忧伤的人，也得到主的安慰甲扶持。主，阮若要为着台湾的内政和谐、社会治安、人民生活、外交的平稳以及世界和平献上阮的祈祷。伫人看做真困难的代志，总是阮相信伫主的掌管中，万项事拢有你特别的恩典甲安排。主啊，伫阮的身边，嘛有人心内忧伤痛苦，身体软弱病痛。阮恳求阿爸天父，伫因的身上显明你的怜悯、你的医治、你的拯救。伫黑暗的困苦中，有主你的光来引带，有主你的圣手来保护。亲爱的天父，伫即个礼拜，主日学要进行夏令营的同工的事工，求主你帮助，互所有参加的学生会当得到正确的知识、能力甲品格。但是，更较重要的是会当通过这来明白主，你是互人得到丰盛生命的主。阮也恳求主赐了同心服侍的大喜乐，伫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同工的心中。今仔日的礼拜，我们要搁一摆对夏牧师传讲的信息中，来了解灵命建新、敬虔操练的祝福。求主赐阮每一个人有认真受教的心，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互相鼓励，合适成做专心来找求你的人，互阮会当建立属主健康的家庭，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真正富强佮勇壮的教会。听阮每一人的主，阮要伫圣神赏赐的恩赐中来服侍你，求你帮助阮会当常常安静伫你的面前，愿迄个话来充满阮的心，愿阮用热情来敬拜你，一生拢属于你。阮爱感谢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
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伫2个所在，经文嘛较短，咱做伙来读。第一个所在是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请为着敬虔的生活，要继续家己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第二个所在，彼得前书第3章15节，请着尊重基督做主。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着不时准备好势，通对应变。感谢主赏赐咱伊的话。现时这个时阵，圣歌队要来带咱做伙学乐上帝，因要唱的诗歌是《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现时了后，咱要请夏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灵命建新甲敬虔操练”第4讲。全部亲像云。
感谢主，上帝赢过风甲大海，是因为主是一切大自然的主。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经过这个风台，咱伫台南好亲像一个市两个迄个角度的感觉吼。咱台南市区较无啥问题，扫一寡树叶安尼若听，总是伫海边、伫七股、伫将军伫北门这些所在非常的严重。有的教会可能今仔日还阁袂当顺序来做礼拜，因为因的礼拜堂厝顶拢有损坏。咱求主怜悯，互因紧紧有侪人的帮衬，会当赶紧来恢复。特别遐个受灾的百姓，生活无方便，也无电，冰箱也袂冰物件质，手机也嘛袂通，实在是互咱感觉讲真毋甘。愿主怜悯，互咱即个社会。大家三听的精神，紧紧，互一切会当恢复，这百姓生活会当恢复正常。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咱大声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听，恩典伫阮中间，互阮伫即个月来做伙学习中会所推荐即个圣工，即个主题就是阮有敬虔的操练，阮有学习要跟对主的脚步。荣耀主的圣名，愿你互阮明白即个美好的即个运动，也互阮欢喜参与，做伙来兴起主你的圣工，互你的圣会得到复兴，阮的家庭得到祝福。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伫顶月底，咱的教会就正式。来宣布来决定，就是咱50禧年的标语50禧年的标语，叫做富强50，向上帝来奔驰，就是讲奔跑。这虽然是用国语会较合即个押韵啦就是咱拢知影，富强50，这是上帝怜悯甲恩典，互咱经过50年丰富丰盛主的听。咱决志要向上帝来大力来迈进跑走，毋是慢慢行、凊彩行、散步，是咱要勇敢迈进跑走。拄好咱的中会也为着要迎接咱的即个100周年，就是咱中会设立100周年，有即个10年的黄金10年的活动的运动。中间咱就是要伫明年正式来推动咱即个圣工。就是咱有一个属灵的敬虔的操练，有8个步调，邀请正兄弟姊妹大家有心做伙来参与。咱若是看咱进前所介绍的即个灵命健身敬虔操练内底即个8个步调，事实伫咱的教会，咱一直拢有咧推荐，只是讲咱用一个更较明确的即个方向。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咱用这个做咱的主题经节，伊所讲的，互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伊讲，咱为着敬虔的生活，就继续操练家己。继续操练，表示向神、向上帝来迈进，就是咧继续的操练。这个操练真侪咱。要向上帝迈进的一个上重要的基础。你若无操练，你无健康，你要哪向前迈进？要向前来跑走？所以保罗提醒咱讲，操练身躯利益有啦，有是在咱伫生命、伫世间的日子有帮助。你有健康，心情足好。但是伊讲，敬虔的操练是。对现今甲将来拢有应用，所以意思是健身真重要，大家拢爱拍拼，好来保养，但是搁较着爱操练敬虔，互咱伫今日伫另外搁来活命拢有应用。健康你的身体，若无有迄个敬虔的心，
有时有健康的身体，并无互你得到真正的全然的平安甲喜乐。但是有敬虔，若有互你健康的身体，阁有水的美好的生活。当咱伫即个中会所对咱的推荐，毋是讲伊叫咱做咱就妄做看卖，毋是即个意思，是真正对咱有帮助的。所以中会所推动的即个中心的文图、属灵的即个敬虔操练，即8个步调，咱伫即几礼拜中间有分享6个最后今仔日咱要三甲分享最后的2项，就是咱即个属灵操练8步中间，咱用咱正会友大部分人做伙来学习的，就是伫即个兄弟姊妹即个部分吼。但兄弟姊妹即个部分，咱有真侪兄弟伫小组内底，有伫无共款的同工，也是兄弟姊妹中间，咱已经有咧进行的。咱对兄弟姊妹，咱的一个敬虔8步的操练，这个是你若有志意，你就做会到。咱的教会已经足侪当拢咧推荐读圣经的运动，所以咱上悬的目标是1年就读1届，咱现在是周步印的，咱每一日咱会伫咧群组内底所带的，拢是用1年做目标。但是咱的中会想讲，有的会友可能无即个习惯，你一摆就互伊读1年读1届，伊怎讲读袂起，规矩莫读。所以咱就是用3年做一个目标，3年做目标。咱的教会嘛，用着要重新开始的半年，咱用新约甲使徒行传诚侪咱读经的目标。所以若有心，你开始做，我拢知影讲，咱要开始新做的时阵，会足袂习惯。若毋是袂记去，就是无时间，若无就是无趣味。但是你若经过一阵时间了，你会感觉好像无做的足无自在。所以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咱勇敢来克服。咱每一礼拜来举行一遍的亲子家庭礼拜。这个是算讲足自然的方式，毋是讲死死板板。人拢爱共一个时间就近遮，主要是你若会当联络咱的亲人，大部分的家庭的亲人，大家无论伫线顶，还是大家做伙一个时间组织，大家通过即个感恩祈祷，还是读一段经节，一个唱一个诗歌，咱伫线顶，也是 RPG 拢会使进。咱邀请兄弟姊妹守主日，这嘛是咱基本大家人伫咱教会讲，咱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守主日，参加小组参加一项的服侍，这嘛是咱久长以来所咧推动的。你若甲扣做伙，表示咱这8步，咱已经有推动足侪步就对。嘛邀请讲，咱兄弟姊妹会晓照着迄个家庭自餐的时间来交陪，咱彼此的疼。彼此的迄个家庭的亲密，这4项基本上就是咱真侪家庭拢有咧进行的。第5项是每月尊迎父母，咱有孝敬的心，咱的父母知影咱对因的尊迎，无论是用金钱还是陪伴来尊敬咱的父母。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就是第6甲第7，第6甲第7，就是每月有定额的奉献，也是11奉献。第7是咱每一个月，咱通推动一个白纸报道。简单讲就是有个人报道的一款的动力。咱进前嘛有分享着讲，家庭的亲子关系，每一年咱有家庭做伙来度假，做伙伫外面来旅游。这是8项的学习，有真侪项咱拢已经咧推动啊。今日咱三甲来学习的，就是讲每月的奉献，这是咱基督徒伫咱伫文道训练，也是讲咱即个初信伫教导的中间，咱都已经讲到啊。讲基督徒一个会当表示咱对上帝的疼，回应上帝的呼召甲祝福，就是你有一个的奉献。咱特别长老教会拢有一个叫做会友，就是你是
这间教会的成人会员，吼，这间教会的这个基本的会友会员，咱拢鼓励讲，你对这间教会的认同甲支持，就是你有用奉献来表达对教会事工的支持甲配合。咱教会事实这个项目，伫咱长老教会中间，咱的教会的成绩是非常的进步啦，吼，非常的进步。牧师顶工当参加咱中会的这个秋季聚会，吼，每年来秋季聚会拢会来审核咱81间教会，吼，到底咱明年吼，咱中会，因为咱中会是咱正教会所成立的嘛，所以明年咱每一间教会负担偌济负担金，负担金用什么做标准来审核呢？其中2大项啦，一项就是讲，恁的主日礼拜偌济人伫礼拜，吼，参加主日礼拜，这嘛是咱8步内底1步啊。愈侪人守主日，就是表示这间教会的人数安尼有加添嘛。第二个，这个指标就是讲，这间教会旧年1年，咱的奉献额，咱的经常费的奉献额是偌济？这2个变做上基本的指数。照你的关价，算81间拢甲排落去。间教会若礼拜人数较济，奉献是经常费较济，你就爱扣较济，就是你的负担金较济，因为你开力较有嘛。我有甲谢牧师拢伫注意甲看迄个报表，看迄个报表。咱礼拜人数，选中会第3名，第3名。就是讲其中的2间2间是咱台南发展真紧的教会，就是天桥教会，搁1间是大公教会。第3名就是咱，这是咱礼拜人数的统计。搁来看讲，咱的这个经常费的收入，就咱经常1年的经常费总数偌济安尼。发现讲，咱毋是第3名，咱是第2名，第1名就是大公教会。谁比第2名呢？因为这个第1名，这个天桥教会因即马有一个措施，就是分做2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叫做虹桥传道中心，伫安平迄个工业区，伊遐袂当叫做教会，因为迄是特别的工业区，袂使设立迄个宗教的设施啦，所以变做因一个教会2个单位在进行，所以因的收入就半对迄边过，所以因的收入就降低所以变做咱富强教会第2名。你毋是咧讲咱有比人较外高外好，毋是，是咧讲上帝恩典伫咱的教会，所以咱兄弟姊妹伫奉献的这个操练，是这个咱的信仰有真清楚的认捌。而且，若照比例来讲，真侪兄弟姊妹已经咧执行这个月定的奉献。咱伫礼拜堂4楼的外面电梯边有遮尔侪迄个奉献地迄拢是因为你有固定咧做奉献，所以1年有一个节录拢记载你的奉献。所以咱有去实践着你信仰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我只是搁一边甲这个奉献。伫信仰，伫咱操练对咱的自救，来做一个说明安尼。咱大家一定是真明白同意咱一个健身者，一个声乐家，咱对啊听起圣歌队会献诗唱歌，一个演奏的咱也有钢琴，也有即个二胡的即个伴奏，一个学者。伊发表足侪足水的研究，也是一个运动员比赛非常的好的杰出。咱看遮个人，因有遮尔水的好的表现，咱大家拢真清楚。因背后毋知有偌尼侪严格的操练，这咱拢真同意。咱毋是干看到伊，若讲表面上的风光啦，事实。伊伫后壁面迄个流目屎、操练、困苦、流汗，迄是
超过咱所想的。啊，所以台顶10分钟，台下12公，就是讲台上10分钟吼，台下10年功，就是你下面若无操练，你要哪去台顶几分钟的表演？啊，所以基督徒伫咱敬虔的信仰内底，咱就真清楚啊，毋是一种自然就家己成长的。讲啊，你入来教会欢喜甲，啊，就你自然就会成长成做敬虔的人，毋是啦。伊是爱有一个有节奏的、有纪律的、有操练才会当成长的方式。啊，十一奉献、规定的奉献，就是即个观念的操练。即个毋是咧介在讲哇，你献的较济，你献的较少，迄是一个生活信仰的操练。伊有2个足重要的原因，一种原因是因为你对家己的财务，你对家己的经济有一个真水的规划。啊，这嘛是咱这边8项的操练中间，咱对儿童吼，讲训练伊5个钱筒啊，就是你会晓学啊分配你的生活的收入安尼。马拉基书3章10节，咱真实的经文，伊讲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恁着将1/10的奉献全数摕来放伫库房，安尼我的圣殿就有够野的食物。来试看我为着恁开天窗，将福气饼落来，互恁也卖。这是咱即式的十一奉献的基础的经文。啊，这是旧约的提醒，新约耶稣捌安尼讲，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恁惨啦！因为恁连香料、薄荷、八角、小茴香拢献1/10予上帝。如法所重视的正义、仁慈甲信息，恁颠倒忽略。这才是恁应该实行的，顶面遐个拢毋通忽略。耶稣是咧，算讲教导这个经学书啊，甲法利赛人，讲恁做十一奉献拢做啊真好啦，但是恁搁较着爱做正义、仁慈甲信息。意思讲，伫表面上的做法以外，搁较有属灵的方面的结果子。啊，讲安尼才会当真正照上帝的即个要求，讲顶面这毋通忽略。啊，所以咱会使讲旧约甲新约的圣经拢同时提起着十一奉献的教导，因为这是一项关键着咱敬虔操练的项目就对了。奉献嘛是敬虔操练的一部分。但是啊，十一奉献、约定奉献，甲敬虔的操练有下面这个关系，就是讲咱毋是表面上啊讲这你就做这，是讲到底是我什么原因，是什么理由啦吼？但信心的实践，这是第一项。十一奉献毋那是金钱本身，是照着奉献来操练你感恩。咱今仔咱有这个操练敬虔8步内底，咱嘛有讲咱来有定义来对四大人表示咱的尊荣。安尼嘛是对四大人感恩。你会晓操练对四大人的感恩，咱嘛同款对上帝的感恩。奉献是一个对上帝的感恩。咱定下咧讲起就讲，上帝是万物的上帝。全世界宇宙所有的宝贝产物，拢是上帝的。上帝毋免讲你奉献偌济，伊才有够用，毋是啦。上帝是要通过你这个感恩来看你，互你更较多的丰富甲祝福。啊，所以一方面是你操练对上帝感恩，上帝应允更较大。第二，是因为通过这个奉献，互你看见有真侪的事工。会当通过你的出力来进行，特别是传福音的事工，特别是教会这个建造的事工。第二是敬畏上帝的态度，敬畏神的态度，因咱承认上帝是我生命、我的金钱、我的时间、我的事业的主人，一切拢是对上帝所来，所以我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一种互通有无啦。这是上帝的，我归于上帝。上帝讲，你会堪得来管理这个，我就较侪互你管理。这是一个良善，也是讲一个水的循环。第三是一个舍己的训练。咱人拢知影，人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讲人自私，这是一个足自然的现象。白白咧分物件，你减分小可，你就感觉足袂自然的。吼，最近伫海边风台引起真侪所在无通好生活方面的物资足侪人要领遐物件嘛会轻分，讲较是安怎因领较侪，我领较少安尼，这拢是一个自然的本能啦，无啥物通奇怪。但是奉献是一个讲我愿意将我其中的一部分摕出去，摕出去这句话，就是表示你一个舍己的训练。这是咧甲我家己的拥有物欲咧争战。你对家己有一种家己的认定，讲因为主是大，我是小，我欢喜顺服，我欢喜互主来用。第四项是生活的分别，就是分别做成。咱守主日，咱守家庭礼拜，咱守十一奉献，咱守这个家庭的聚餐。伫咱的生活节奏的中间是，咱重视，甲伊当作是咱分别做成，互上帝所祝福的部分。搁一项，就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就是参与伫上帝国度。我因为我小小的奉献，我就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的内面。透过奉献参与上帝国的开拓，完成教会的使命。所以有时咱会感觉讲某一项的事工，我参与有着，虽然费力是小小，总是你会感觉讲这个事工我有份呢，我参与有着呢。特别你拢会感觉到讲，比如讲咱常常会举办迄个救灾的奉献，你会想讲我奉献这个钱小可，到底会做啥路用呢？但是你当看起讲地动的救灾什么所在有侪的灾害咱甲帮助的时阵，你有种的感动是讲，因得到的帮助，其中有一个小部分是我参与的。咱几个月前，咱台南地区嘛发生大地震吼，是这大波的大地震。咱伫玉井。伫南西遐附近的地区，真侪教会损坏，嘛有咧家庭损坏，所以咱就发动讲，咱来为着这地动的地区来做奉献。咱伫拜四开中会时阵，我就看迄个报表的资料，咱真感谢主，咱福阳教会吼是全中会内底奉献上济，因咱大家看人讲，因有困难，咱欢喜帮衬，这就是表示。参与这个角度，但因的礼拜堂也是建筑物损坏的起造，的确有真侪人帮忙嘛。但是你会感觉讲因在恢复、因在复建的中间，我有参与有着。这是一个真奇妙的参与，就是你参与上帝国度。但有一个观念，咱对耶稣听到的话，咱拢真熟。伊讲耶稣讲，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也伫倒位。财宝伫倒位，心伫倒位，这是咱所了解的。但是耶稣无讲你的心伫倒，财宝伫倒，迄次序伊无安尼调，伊是明确讲财宝伫倒，你的心就伫倒。这什么意思呢？这世界的逻辑是安尼啦。你的心伫倒位，钱就开伫倒位。你爱这个好的食物，你就定去餐厅开销嘛，吼。你爱穿水衫，你就定去逛遐服饰店嘛，吼。你爱买包包你就定走去名品店安尼啦。所以咱会受咱家己的兴趣，搁较进一步讲是情欲，来带你来控制你，人生会倾向伫肉体甲情欲的世界，甲财宝投资伫顶面。所以咱嘛看起讲，这个社会，特别是伫网络的世界。足侪人讲炫富，我开只新车，我就翕相讲我开什么车，我有食什么好食物，我就分享给别人。这拢是自然的这个状态啦，是社会的状态。但是这是表示讲人的心伫倒，你就会伫迄个所在发挥。但是耶稣基督爱咱反其道来行啦。耶稣的逻辑是讲，你钱放伫倒位，你心就会带去倒位。
啊，所以当你的钱放伫永恒，放伫上帝国，啊，你的心就伫遐，因为你欢喜要参与伫操练甲投资即个永恒。啊，所以心伫倒位，吼，迄真重要，是因为上帝国的祝福也伫遐。所以兄弟姊妹，咱参与伫即个月定的奉献，你若有一个决定，毋是讲你收入偌济，你存偌济，你是讲伫我的气力的内面，我要爱奉献偌济。当你有即款的管理的时阵，你就会好好来分配你所有收入，也是你家己会当运用的金钱的即个比例。啊，若无，有时咱知影讲，迄钱是万底深坑啦，你较济嘛开无够，因为你袂晓节制，你袂晓分配，你袂晓管理，你袂晓拥有上帝，啊，所以一团乱。有的人吼真够趁钱呢，但是你看伊的生活都无品质的，无迄款的快乐，无迄款享受到有钱的祝福，因为伊袂晓管理。所以咱知影，毋是靠着情欲、肉体、贪心的煽动你个人的行动，你是用具体奉献的行动来带咱的心意，来引导咱的心意归向上帝。因为你有奉献，你会感觉讲啊，教会事工啊，你会关心。你有参与伫即个救灾的奉献，你会知影讲啊，即个救灾有咧做甚物工课？遮受苦的人有得到帮助无？你有参与伫教会奉献，你会关心讲咱教会有咧传福音无？咱的教会有咧温度操练无？咱的教会有咧关心遐弱小无？因为你有奉献，你会注意，你会关心。啊，这是耶稣爱咱所做的，所以一个关系财务甲心灵的连结的原则是甚物呢？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讲，你的奉献伫倒，你的心就伫倒。所以不一定对讲啊，你的钱伫倒，你心伫倒，有时是拢马的解释哦。有时是因为你有甲公益的事，有甲上帝国的事放伫遐，你的奉献伫遐，你的心嘛关心伫遐。所以咱的教会。对伫中会来讲，咱有真水的成绩，啊，互中会的兄弟姊妹感觉讲，恁富强教会吼，讲富强即两字，毋是咧假讲的，啊，讲好听哦，真正咱有咧安尼做呢，啊，你名甲名副其实嘛，吼，名甲实你有实践着。当然，咱毋是甲人偏颇，是因为你知影讲，我富强教会，我是富强教会一份子。我领受到即个祝福，我嘛有份伫即个富强。甲咱讲富强50，向神奔驰；富强50，向神奔驰。即个意义就是咱好要更较好。向神奔驰是讲我要向前迈进，因上帝所差的目标，咱所差的标，也好搁咧继续迈进，毋是到50就停止啊，是要搁一个新的开始。咱今年叫做。即个灵寿年，也是讲是一个安息年，明年就是一个重新搁再出发的年。啊，但既然咱有奉献参与，你的心伫遐，啊，咱就是有份要参与第7步吼，就是一个月1摆的白纸报道法。白纸报道法，咱听起来感觉讲啊，好像一个新的物件，事实毋是。我会记得咱。台湾咧推动这福音运动中间一个，咱常常咧使用的就是四律，而且这个白纸报道就是对这个四律延伸出来的。啊，等下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啊，咱邀请兄弟大家有份来参与。迄个重点就是讲，你有迄个传福音的心志啦，你有对人报道的心志，啊，迄叫做个人报道，但敬虔甲报道。因互相到底有啥物关系？常常咱有真侪兄弟有即款的观念，是讲啊，我敬虔哦，敬虔我就是好啊灵修啊，我足够祈祷啊，啊，我只是读圣经读足久啊。但是遐外面传福音报道的，迄是外在活动，甲敬虔无关系，你甲分开去啊吼。但事实上，咱知影，伊互相中间的关系是啊，即个一体两面就对了。意思咱拢真清楚，
确实基督徒若主动灵修、祈祷、禁食、读经，但是你从来毋捌甲人分享福音，表示讲你就真孤单，你家己好就好，你无爱甲即个好分享互别人嘛？你敢若用自我中心，哇！我偌清高，我偌好个，我咧飘飘然迄种感觉，但是边仔的人到底对你偌好，要哪看？敢若看你安尼，感会出来？你有甲你迄个好分享互别人无？所以简单讲就是讲，你若无分享，敢若注重灵修，可能你是真做一个自我中心。你有属灵，但是你自我中心。所以，咱兄弟姊妹，大家人拢伫社会生活中，你所接触10个人中间，7、8个就是未信者。遮个人中间，当然有个人甲你的关系毋是遐亲密，但是有个人甲你咧往来中间，你即个属灵的人，毋捌甲伊讲，我爱属灵是偌好，我爱读圣经是偌好，我领受道理是偌好，安尼敢毋是足奇怪的？所以，确实咱若是外面即认真头路因反方面啦吼。毋过你家己无敬虔，你嘛是一个相对的。你甲人讲福音，但是你生活行为行做人拢互人看无，安尼你讲的话人无爱信啊，敢毋是？所以袂使动头轻。你有属灵的操练，人看起讲，你即个人确实特质无共款哦。你是安那会有即款的操练呢？你甲伊分享。但是你若甲人讲福音，但是你的行为行做讲话，拢互人无信任，安尼你的传福音是无效果的。所以无见证，互人跋倒，安尼你传福音足骨力嘛无效。所以这是拢咱大家拢体会到的。但咱要咧讲起传福音，有几项的重要。第一就是讲传福音是敬虔的延伸啦。你有敬虔，就是会晓去传福音。彼得前书3章15节。这个是中文的，伊讲只要心内尊主基督做圣，有人问你心中仰望的缘由，就要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别人。这个话用台语的真简单，伊讲要尊重基督做主，你有就表示讲你有属灵的敬虔嘛。所以当你敬虔上帝、敬虔耶稣基督，伊讲若有人问你心中的仰望。意思讲，这个人都无共款。我问讲，你是咧仰望啥个？你若逐日遐喜乐，你无烦恼，遮平安，人会甲你问啊？伊讲，要不时准备好，通对人辩明。准备好什么意思？当人咧问你好奇，也是讲单纯咧问讲，你逐礼拜拢去教会是咧去创啥？吼？人要甲你问，你也准备好啊，会晓甲人辩明就对啦。会晓甲人解释，讲先啊，你是一个基督徒，先啊，你的家庭这热心伫教会聚会，大家小少要去佚佗，大家去倒去娱乐，你讲我要来教会，你也甲人辩明，你表示讲你就是准备好，随时要对人传福音的意思。所以彼得讲，心内尊主基督做圣，然后才会甲你讲，有人问你缘由。这是表示什么？真正的福音毋是硬硬拄互人的啦。你若讲，像拄仔咱头前讲的，咱平常时无好行为，你的行做互人无肯定，互人无尊敬，你甲人讲信耶稣偌好，咱伫社会上顶啊讲一句话讲，若像你即款人信耶稣加了的啊，因为你的所讲所做互人看无，所以我哪会要对你去信耶稣？所以。颠倒一边是讲，彼得讲，咱有虔诚，咱有敬畏上帝，人要甲你问的事，你会晓甲人应答。所以，心内尊主做圣是表示敬虔的生活，有敬虔的文化，你有无共款的生命，你有无共款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咱福强教会兄弟姊妹，若是你有共同有即款的文化，咱有喜乐的心。咱福强教会兄弟姊妹有合一的心，有包容的心，有成全人的心，有祝福的心，有信心，有乐观。你这特质伫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你的家庭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自然会注意讲，
恁富强教会确实无共款哦。咱真侪人伫社会中，有人毋捌你，但是看到你的行做、你的讲话，人会随时甲你问讲：你敢毋是基督徒啊？你听到即句话，感觉讲足公平的，吼，毋是讲吼，伫遐化东化西，派声哨人讲你敢毋是基督徒？即些你就毋敢承认嘛呢？但是人也问讲：我拄着即款代志哦，你也袂生气袂遐尔安尼遐尔夸张你敢毋是基督徒？你咧做代志遐尔有斩切，你真够关心别人，你敢毋是基督徒？所以意思讲，当人看见你有即款外表的行为，会去好奇到底你的神是甚物？咱的教会伫外面在甲人直接，互人看见讲恁即间教会真正有即款特质的时阵，人会注意到咱无共款的团体，有无共款的文化，所以。即个是一个延伸就对啦，吼，一个延伸咱过来就是传福音，就是敬虔生活的检验。你讲你有敬虔，但是你有实践出来无？敬虔的基督徒若无见证的行动，就是用意料伫咱所讲的，迄敢若宗教仪式的，都安尼照步行，迄天书照行，但是你无。把你的生命活出来，所以一个见证福音的人，伊必须爱什么？活出真实，有见证，常常会晓悔改认罪，对人有疼心。你这款特质，就是伫你的生活中、伫你的家庭中、伫你的朋友中间显露出来。若无咱见证的话，就无力啦。吼，见证话就无力。迄就亲像讲我咧用某一种产品真有效，但是你无显露出这种产品有效的迄个结果，人就感觉讲你用的物件就无一定路用咧。所以咱活出迄个生命，咱才会当见证。所以是安怎讲，基督徒的见证传福音是敬虔的考验咧。第一，伊考验咱对上帝是毋是有顺服。主的心意是爱咱大使命。去普遍的传福音，你想讲这讲的凊彩啦，有听就好，是你真正愿意顺服，这是见证福音的一个重要。彼得后书3章9节讲，伊愿意万人得救，无愿意一人沉沦。万人得救无愿意一人沉沦，是望所有的人拢能进入到你受拯救的部分。所以敬虔毋是干那讲你伫房内有读经、祈祷、守主日，是请你欢喜顺服主的使命。传福音是考验咱，也是分别咱基督徒是毋是甲上帝的心意放伫咱的心内吼。你是毋是愿意为着伊的疼来疼一个灵魂？因为主爱我安尼做，我毋是讲求家己好就好，我为着这个灵魂的得救，你愿意赢过你的民主？你的安逸就是讲就凉凉就好吼。去甲人传福音嘛，搁互人歹声哨、歹面相。咱真侪兄弟捌拄着这个经验，咱足好伊讲这个故事、这个传单真好，伊甲你摕落，甲你等对粪扫桶落咧。你会感觉讲，哎哟，足无民主的啦，足见笑的。是你讲主啊，这是你互我的考验，感谢主，互我勇敢安尼做。人对我安尼，我犹原勇敢。保罗先生去到地中海沿岸，逐位传福音，倒一遍毋是拄着艰难的，互人赶、互人拍、互人关，因为你疼灵魂赢过这一切。所以，迄就亲像一个人要推销你的产品，有人甲你推，有人甲你拒绝，有人甲你骂讲你莫过来啊。但是你嘛感觉讲，我为着我家己的自信，这个产品真好，我嘛继续咧推销啊。同款。咱真做上帝福音的推销员，咱毋惊别人拒绝。第二，伊考验咱疼主是毋是有真实啊？你有真正疼主无？疼主的人会认真要传福音。所以敬虔毋是一种外面的外貌，咱拄则有讲过，祈祷、禁食、守主日，这拢真好。但是你爱活出上帝的性情啦，活出主的性情，就是怜悯、慈爱、甲拯救。甲上帝同心合意完成伊救人的心意，
所以，搁一遍讲，若咱讲我真敬虔，但是你无关心世上的灵魂，也对灵魂无负担，啊，你的敬虔就亲像咱圣经所讲的，我疼上帝，但是我怨恨兄弟啦，哇，这都无平衡嘛。我讲我疼上帝，但是你无疼边仔的兄弟，这是一个无行为的信心，伊是死的。假使咱若是讲，我是一个有疼的人，我这有疼心，但是将来毋捌讲将性命活命的粮分予别人，这活命的饼甲别人分享，安尼咱的疼只是理想化，是口头的，是空嘴无子的。所以传福音就是对咱敬虔的疼的实践甲考验。第三，伊考验咱是毋是有真正相信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大能，你有相信无？罗马书1章16节讲：我无掠福音做见笑，因为福音是上帝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希尼人。兄弟姊妹，咱讲诚做见笑，见笑的意思是讲，咱心内认定这件代志吼，对我无帮助啦，对我的德行吼，对我受接纳无帮助，所以你感觉见笑嘛。所以信主的人，有时咱嘛家己会讲，哎哟，好亲像伫潜意识内底用传福音做见笑，是可能表现出伫你的生活的顶面哦。伫职场上，你毋敢讲你是基督徒，你传福音感觉足尴尬、足见笑；伫家庭中毋敢分享你的见证，对世界救恩感觉，哎呀，这老套啊啦，这真软弱、无下时代，是毋是潜意识你伫遮的表现？就是表示你对传福音是见笑这样事，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心内无真正真实相信这个福音的能力是有价值的，是有荣耀的。所以无掠福音做见笑，一定是亲自经历过福音的能力。所以咱真侪兄弟欢喜到台境来见证，是表示我相信这项事，我要分享给你。我相信这是福音的能力。福音的拯救，福音的祝福，我亲自经历这个福音有能力，我无把伊当作见笑，是因为福音是上帝的能力，伊会拯救罪人，改变人的心，拍破魔鬼的关系，带出永恒的生命。福音是真正的价值。腓立比书3章8节讲：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至宝。我为了已经放杀万事，看作土粉，因为要得到基督。第三，福音是上帝的智慧，毋是人的见笑。哥林多前书1章23到24节讲：咱却是传顶十字架的基督，伫犹太的人当作是这个绊脚石踢界；伫外邦人当作是愚公。但是伫迄个蒙调的，就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做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别人看作是愚公、踢界，是即个无效的，但是伫主内底，这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所以兄弟姊妹，最后我要甲咱介绍咱即个白字报道法，简单讲。因为咱伫周报内面有甲即个文字印得真清楚，伫第9页。你会当先看即段话，要哪甲人介绍，要哪甲人讲。阮伫中会咧甲你介绍的时，我有一个感觉，你若甲一个青疏人，有可能伊会甲你拒绝啦，因为伊想讲你要甲我创啥货，你要甲推销啥货，上好是甲你有熟悉甚至伊对福音有点趣味，要甲你问。安尼上好。我手中牧师手中摕的，这是即个咱中会印送互咱用的，这是封面这空白的，这叫做白纸报道法。伊的正面呢，事实原来这边是有印字，但是有的所在像咧刮刮乐安尼咱若去人的迄个抽奖的拢会摕钱来刮刮乐安尼。咱能先看即个影片，咱较知影这白纸报道法，伊第一张是安尼啦这是封面，
这是伊的方面。伊的内面是原来是安尼啦。你看有白白的所在对无吼？白白的所在就是爱用钱来做刮刮乐的。所以你爱找一个朋友，伊欢喜讲要甲你了解。这甲视力共类似，只是讲伊做了较精致啦吼。就是遐个雾迄个有一道搭一顶雾的迄，若无事情挂起来是安尼，有无？遐个字拢挂掉吼。伊的总部全部是安尼，拢总有14部啦，14部，全部是安尼，那即张是14个流程，你会感觉哇，14个遮麻烦呢？其实你若照咱即个周报内底所写的吼，遐个乌字、遐个大字，就是互伊砍掉的遐个字，你会当照即个次序小可来甲伊做思考吼。无首先甲咱介绍，伊开落去就是一张亲像安尼，但是呢，伊是爱要你吼，大声甲伊合起来，像咱头前即张，合安尼啦，合起来，大声合一半，然后佫甲对中佫凹倒半，变做开起来，变做安尼。你知影讲，正边是上帝，倒边是人，然后你开始甲伊做一个介绍，吼。大先生介绍上帝这边啦，伊讲起初有一位上帝，伊创造人类，大先上帝甲人的关系真好，非常的幸福。第一句是讲幸福，人会当得到永生。你看这永生就挂第一个用迄个甲挂落挂起来。第二，伊对上帝领受到平安，佫甲挂第二个叫做有喜乐。所以你袂感觉讲会走抓去，因为迄字拢有来嘛。然后人拢伫主的内面，生命得到祝福，所以你会享受到天国。所以讲到遮，就是挂正边的三界。但是你讲，但是因为人犯罪就变讲倒边人犯罪会引起什么？这字拢因为遮，伫罪恶中过着不幸的生活，佫甲挂第四个，会带来死亡。人因为罪行死亡，过来。伫无上帝同在，生活就充满着惊吓，就惧怕，惧怕会安怎？会带来审判，开始就甲审判挂开，人咧面临着刑罚倒边遮，你到最后结果是入去地狱，所以讲到遮，就是你已经讲第2部分挂正边上帝祝福，人的坠落带来死亡、审判甲地狱了后你想讲安尼要安怎？人家己是要用家己的办法所以即马看倒边的第2节，讲人对第7节开始甲挂一下，讲人去追求宗教，追求好行为，爱去做好事、做功德，一个讲我拢即要得到安尼，但是安怎呢？即个要到上帝遮，就是有一个。计谋计调的，最后你才讲上帝听世间人，甲耶稣赏赐，咱就变11号甲耶稣赏赐互咱。所以你若有听福音，过来13是相信，透过耶稣基督就能得到救。所以当人若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甲上帝关系重新恢复，你来注意看，就是正边的幸福会代替倒边的不幸。永生会代替死亡，惊吓平安会代替惊吓，喜乐会代替审判，祝福会代替刑罚。上帝就甲天国赏赐咱来代替地狱。意思讲，正边这3界要代替倒边人所拄到的刑罚。然后你才来招伊读这段经节，约翰福音第14号就是念一段经文，安尼就对。所以咱中会有提供500张啦，500张。但是因为你家己要训练甲挂去，这张要甲人讲就无彩咧，所以教会会当提供一张已经挂开的影印互你，你家己先朋友同工也是咱的兄弟姊妹伫小组内底互相先试练一遍，
比如讲，我把你当作是朋友，我就开始解释。14个念了，就完成啊。咱中会有建议讲，咱大家人准备一个10箍啊，10箍的银角啊，因为你要挂嘛，爱挂挂到倒位就挂一个挂。了后吼，佫有一个后续哦，后壁咱看这周报内底写讲有读决志的祈祷对毋对？招伊做的祈祷，然后念这段经文了后吼，伊意思讲，这个10箍吼，有人专工去换新的哦，10箍用这10箍互你，伊就摕伫手内吼。用这个真像上帝互你的永远话，是无人抢会去的像这个银角放伫你的手中，互伊换掉的，就是讲你阁用你的手甲伊换的，讲我的手是代表上帝，上帝扶着你的手的时阵，当你的手拍开，因为有主的手甲你扶掉的，所以你袂失落。所以你这个应允甲祝福是永远伫的。所以到最后吼。你咱甲这张互伊，佫这10箍送伊就对啦吼。这是咱这个白纸报道法的一个简单的听书。你都爱讲互交运，你才袂登达去就对啦吼。咱鼓励小组，大家伫家己的这个小组内底练习，也是咱团契兄弟互相练习。你当先教会影印一张啦，这张来解释吼，来解释配合这个文字练几遍啦。当然。咱另外一种版本就是一张白纸，你用画就好。后礼拜我会印伫周报，互咱来使用。重点是伫遮啦，毋是讲你用即个就马上有效果。你爱为着即个人祈祷，知影即个人有迄个趣味要研究，你来甲伊分享。可能你先对你家庭的囡仔来甲伊讲几遍互听。你讲了一个色吼，张摕咧，你讲了足自然啊，免看稿哦吼，自然，因为这文字拢伫遮嘛。应声代替死亡，你都会当对啊！所以这是真好的一个报道法，互人感觉就一个好奇心就对啦。可能咱兄弟姊妹，你若开始要共传福音，你人去办公室甲讨，讲我要传一个月传一个，我讨一张，要传2个讨2张安尼吼，无够咱才搁来印安尼就对。兄弟姊妹，咱这个目的是为着要互咱兄弟姊妹大家有份伫传福音报道。最后我要讲的是讲，咱感谢主。咱对7月开始用搁咧筹备即届的即个叫做幸福小组。真侪人对幸福小组无讲介清楚，也是讲有误解。事实幸福小组是一个团队传福音的方式，一群人有伴，透过聚会来传福音互人。但是即个白纸报道法，就是你个人的传福音，你免招别人，你招你一个好朋友，你甲讲解就有够啊。所以咱有团体的传福音，咱有个人的传福音，互咱传福音的方法，逐项拢交备，咱会当伫50几年的时阵，咱基督徒热心传福音，诚做这个白纸报道法一个操练，咱参加幸福小组，大家有份来参与伫这个福音的传播。毋茫讲咱福阳教会吼，毋是一个讲奉献袂歹，效果袂歹，但是无人信主的。咱就是两边拢真平衡，大家做伙有份，做一个人做伙担着福音的好处。这是咱敬虔8步，牧师经过这个礼拜的讲解，我希望兄弟姊妹，你无勉强，无受到安尼逼迫的，是你讲这真好，锻炼身体真好，那锻炼这个敬虔更较好，我欢喜学习，互咱真正。照着咱富阳50向神奔驰这款的气力，大家做伙用这8步来向前来迈进。咱要先来做一个祈祷，然后伫吟诗的时阵咱要有一个主日的老师同工的一个车派礼，咱请这老师同工准备吟诗的中间就慢慢头前来，咱先来做祈祷，来回应主的听，咱来祈祷。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今仔日通过参与奉献甲报道来明白敬虔操练的意义，对阮属灵的帮助。主啊，阮奉献毋是出于勉强，是对伫感恩，对伫上帝的赏赐。阮要有份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使阮用奉献来代表
阮对主的疼。阮也用传福音、用白纸报道来招人认捌这个真理，用短短的时间来传播这个福音。上帝要互伊亲自来修成。拜上帝，阮属灵敬虔操练的8步，毋是一个活动那听，是因为阮要做伙去做富强50，上帝迈进这款的规律，互阮通过实践来看见这个迈进是有成绩的、是有进度的、是有方向的、是有目标的。感谢主，阮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乐意参与，做伙有份来去做。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我要招咱吟这首圣诗哈，咱来吟首圣诗就是这个为主来做伊干净。咱当中有4节，咱吟2节就好哈。为主来做伊第1节甲第3节哈，1甲3。咱伫咧吟的中间，咱请这个老师同工就免客气吼，小少来头前。咱要请一个代表来甲咱做介绍，讲即个夏令营的事工吼。咱大家坐咧吟来吟这首诗歌。咱咧吟的时阵，咱请同工就出来啊，免客气哦吼。大家小少一个来，为主来做。头前来吼，2排3排拢会使。来做伊干净，阳光上会发出，为主来做伊干净，阳光救主耶稣。第3站，为主2排3排拢会使进吼。感谢主，兄弟姊妹徛伫头前，是咱主日学的同工准备要伫对拜3到礼拜日要参与伫主日学夏令营的同工车牌。咱遮的同工吼是甚物款的身份呢？咱要请我们的校长我们的龚校长，你讲国语较清楚不要紧，也是台语拢会使。感谢。好，你徛伫遮来，我们先向后转好不好？先全部向后转。我们看哪几个团队来举手来介绍一个来。好，我们请小朋友站前面。站前面，对。对。OK， 好，谢谢大家各位教会的那个兄弟姐妹帮我们为我们的主日学的夏令营代祷那真的很需要大家迫切祷告，尤其再来这一周接下来天气也好像不是很稳定真是求神怜悯，让我们能够营队能够有一个顺利的一个时间上面都可以，每一个课程都可以进行好，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夏令营就是从星期3开始到礼拜天，然后我们的夏令营的名称是天一起说，是一个理财营好，那我们的队员里面有念到主的就请你大声的喊哟好，第一个是行政组。行政组举手。行政组。行政的行政大声的喊哟好 ，OK， 非常棒再来，对，然后再来是课程组的老师。课程的教课的。很棒，再来是美工组，可是要画对重点不是美工组 B 纲对，美工组。美工都不在这里。有吧？应该对，有的还对。好，再来就是那个，我们还有那个 7-7会开店，专门有 7-7的店员。等一下，你们是小店员，好。7-7的店员，大店员。店员的举手。提摩太的是谁？提摩太有谁？
开店的举手。开店的好。再来我们还有 7-Eleven 有附小店员，小店员在哪里？有，好棒哈。好，再来我们还有那个帮我们这几天会煮餐爱餐的那个这些哈。以赛亚牧区对吧？哈，哎，辛苦的这些长辈哈，为我们这些年轻最小的孩子们煮。来，以赛亚，牧区的妈妈举手，妈妈举手，好，多谢。哈，再来还有那个很多年轻的提摩太的同工哈，从国中、高中到大学的都有，还有硕士生哈。好，我们请提摩太同工举手。哎，小老师，助理小老师。好，最后还有队服组哈，就是每一小组的队服老师跟小队服。好，队服组请举手。队服。好，欢迎。拍手。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营长是佩伦。到前面来，一起来，来跟上。好，还有对后面来的那些哈，来，还有。瑞平牧师，好，好 ，OK， 介绍完了，对，介绍完。咱真多谢校长吼，甲恁介绍。你也看要办一个营会，看偌大的迄个工程吼，哇，算起来五六种的工作吼。我们要为他们祝福祷告。特别牧师伫咱祈祷前吼，牧师提醒一下，咱请兄弟吼。你若时间会好势吼，这个礼拜六因要办一个实体的这个园游会，就是拄仔讲小朋友要开店，你来甲买物件，互伊知影讲趁钱偌歹趁安尼啦，你听有无？吼，所以你嘛咱甲讨价还价，看看伊安怎甲你应，讲笑的啦，就是讲你来甲买物件，互伊知影会晓算钱，会晓找钱，当然是用一寡。这个实体的物件要操练，唔知校长要补充什么？刚刚就是忘了要欢迎大家会友们都可以礼拜六1点到2点半，可以到地下室那边，我们会有摊位，有学生小组会做5个摊位哈，然后呢他们有的会在当场做东西，然后呢你们因为在营队里面，所以我们会做那个所谓的币是天才币。它是只能在营队里面用，所以你们来买的时候，也请你们用钱来兑换，用真的钱跟我们兑换天才币，然后再去摊位去买这样子哈。对。欢迎大家可以提早10分钟到，我们会做说明，因为我们还会给你们贴纸票选最佳商店跟最佳服务员这样子。真好哈。实际上这个课程真有意思，就是讲伫生活上实际用会到的，要安怎互因知影理财？金钱的用途，要安怎会晓应用主，这是真好。咱即时要为着因来做祝福的祈祷，咱来车派，咱举起咱的正手好无？用因来做祝福，牧师来做引带咱祈祷，咱举咱的正手来甲因祝福。主，我的上帝感谢你，阮举起祝福的手，为着这个主日学的老师，这个同工，这个协助，这个辅导。因要伫拜三到礼拜日来举行这个夏令营，天才好管家，上帝啊，感谢你有这一群热心服侍主的弟兄姐妹、老师同工，愿意在这4、5天当中把时间奉献给你，分别为圣。这是神特别恩典的，所有的事工在他们身上显现出神的爱。主啊，求你亲自保守。在这几天当中，同工出入平安，所做的服事能够真的让每一个小朋友领受到真正的教导。特别有参加的小朋友，有的是外面社区的小朋友，求你互因来到这，通过阮的服侍，通过阮的辅导、阮的招呼，互因对教会有一个向心力，欢喜参与伫这个所有的教会聚会中间。愿你施恩赐福这个夏令营的领导者，互因所做的计划分派，大家人拢有上帝你互因的智慧甲规律。阮奉你名来祝福因，也求你继续带领，伫这几天的中间，享受阮好的天气，有好的环境，通荣耀主你的圣名。奉你的名来祝福因，也阮大家要欢喜参与伫这个事工，伫台岛奉献，甲参与伫这个实体商店这方面的运作，求你亲自带领。
搁一遍，奉你名祝福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那搁一遍，给因拍拍好不好？谢谢。有照相吗？照相一下，照一张相，照一张相。啊，来给你先照一张相。好，大家比赞，夏令营赞，来。好，谢谢。校长，要个补充来补充一下，有没有？啊，可以哈。好，拍手，我们请来。怎么样？有一个机动组，你都会，机动组有没有举手？好，餐点组吼，哇，还要嘴周了吼。好，请回座，请回座。好，咱啊时间到，咱的师会，咱准备来奉献甲报告。咱即时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会众请坐。咱来读这个月的金句，写伫周报的最后面。请，我实实在在甲你讲，听我的话，搁信找我迄位的人有应我的活命，伊已经对死过我，毋免受审判。约翰福音5章24节。即是来报告，咱下周的主日是学文学牧师，其他的同工请咱家己来留意。第3页聚会消息加出席的人数，请咱来看，家己来看。第4页集体交通第1点，主日2伫即礼拜举办夏令营，请咱继续为因来祈祷关心。第2项下主日7月20日，咱要召开定期的小会，请咱的小会员有备心来参加。第3项8月7日，咱教会要举办49周年的圣礼典，周年圣礼典请要受洗的兄弟伫7月20日进前来完成报名。第4项、第5项是关于咱幸福小组的事工，请咱家己来看。再来第5页。集体交通，这礼拜六有议会姐妹的父亲牧会长老的告别式，伫殡仪馆来举行，请咱为着家属得到精神的安慰，甲礼拜的顺序来祈祷。第6页、第7页有集体的消息，搁有第
八夜咱的奉献的情形，拢请咱兄弟家己来看。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各位兄弟哈，咱这个周报内底的详细报告已经足清楚哈。只是补充一项，就是讲咱的这个丹纳斯风台哈，伫咱沿海真侪地区内，特别7个遮足严重的损坏。中会可能会推动一个这个奉献，来为着因来救灾。有真侪礼拜堂吼，厝下去互掀起啦吼，无就天棚拢落了吼，漏水安尼。咱看中会安怎推动，咱教会也会当参与吼。咱请继续替因祈祷，互这个修理会当真紧来恢复起来吼。我只有透过这个投影片来做几个补充就好。第一个，咱教会吼，除了50几年吼，咱有迄个标语出来嘛吼，咱 logo 嘛出来咱嘛推动一个叫做赞美诗歌的竞赛。咱因为咱的作词老师、信理老师，伊时间较无方便，要伫2礼拜后才来甲咱解释。但是咱已经伫1楼的大厅遐有布置，信理老师伊真够做写词啦，写词吼，有台语的词。有华语的词，你若有感动讲，这条歌吼，我有旋律吼，你开始来甲学作曲安尼，咱毋茫讲年底以前吼，有迄选出上好的音乐来配合这个歌词来唱，这变做咱专属的50几年的诗歌就对吼，这是咱信理老师足用心甲咱写的台语甲华语的，因为这内容吼。互伊来甲咱解释较清楚，当时你会当伫即个 QR code， 也是伫楼骹来看，你就知影讲哦，你若有感动吼，要有温馨的人就开始来写曲就对啦吼。过来是咱50几年吼的即个标语吼，咱是用较侪人用华语来读，富强50向神奔驰。咱毋茫讲即个话，搁迄个50，即个50是无限延伸，即个 logo 就是咱50几年的标志，咱以后的即档的中间会好来甲使用，请咱大家斗推广就对吼。这拢有解释哦，咱后礼拜下礼拜你的报告的时阵，咱甲周报写好清楚。这操练8部，欢迎咱大家做伙来参与吼。天才好管家，大家特别是礼拜六迄天，若讲你有来吼，会当来甲这囡仔来甲买物件吼，互因感觉做生意迄种趣味较体验就对啦吼。咱见证期应该征稿已经结束但是你若讲有稿未交，请你甲咱的主办单位讲你有一篇稿，赶紧要交互伊吼。过来就是咱这个周报内底吼，有一个关心大道的事项咱来提醒一下，就是咱的基甸牧区要做短宣队，若有趣味的环境来甲伊报名吼。咱的这个弘扬商家苏敏队长，伊的查某囝的这个归零的礼拜，有这个喜宴，咱若有要参加，请会记得去登记，通好互因统计人数吼，有统计人数较好办到较好登记，所以伫8月初3要来查址吼。最后嘛，搁一遍邀请兄弟，咱若有伫要洗礼、健身礼，会当伫咱8月初10吼，咱要举行圣礼典，咱伫7月底以前来甲报名，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好，多谢。咱来吟上映的诗歌，会众请起立。何乐上帝至悬至尊，吟诗了，请夏牧师祝祷。何乐上帝至悬至尊，做我的主，万福万恩，天地生杀，地的万民，耶和华别叫声心，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好。
谢咱的明道闭会。长礼拜到这结束，咱互相请安，愿上帝祝福大家。